咪越打就好似打幾打變成真打咁係咪？拳拳鬥肉係咪？係真嘅拳拳鬥肉啊！而家有一直影緊啊 ！OK， 所以各位圍村父老、叔伯兄弟，今日好高興舉行長隆開光儀式，儀式現在正式開始。恭喜我哋嘅主禮官進行開光儀式，排名不分先後，恭請錦田鄉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議員及18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議員，錦田鄉鄉事委員會副主席鄧國峰議員，18鄉鄉事委員會總務蔣石耀先生，英路圍村代表鄧兆康先生，英路圍村父老鄧偉光先生、鄧偉明先生、鄧精祥先生。冇得坐，冇得坐，有。影張相先。好，我哋嚟影張相啊！好，我哋放呢邊啦，放呢度啊，1、2、3，我哋打直嚟多一張。我哋打直嚟多一張。有請程振明議員及鄧賀年議員替長龍淨身，有請。係程序1，淨洗龍身。一洗龍頭，萬事興。二洗龍身，萬丈紅。三洗龍尾，萬吉祥。好，接落嚟有請我哋18鄉鄉事委員會總務蔣石耀先生及錦田鄉鄉事委員會副主席鄧國峰議員，英龍圍村代表鄧兆康先生，英龍圍父老鄧偉光先生為長龍參花掛號。程序2，參花掛號，有請。
连国家版连接的国家版，然后我個位啊，我嗰度。好，照講。隔離。佢都要識得。呢個嚟嗌，呢個嚟嗌。向出面，都見向出面。嚟啦，邊度？呢度啊！我要啊！冇啦，好似咁乜嘢啊？乜嘢啊？就唔接我啫。你有如果有戒夠你唔戒夠，我唔接呢啲嘢咁啲啊！如果行出嚟啊！民安參加掛號及維興路。接落嚟有請我哋錦田鄉鄉事委員會。有請錦田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議員及18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議員，邊路為副老鄧偉明先生及鄧精祥先生為長龍進行點睛儀式。程序3點睛。1.0光發豪光，靈光光芒耀四方。2點雙眼發光芒，劍豪光芒望四方。3點青眉和鐵膊，崇高萬丈顯威揚。4點牙尖紅順利，炮聲響山，黃山河。5點順風靈通耳，左聽通天右踏地。6點由頭點到尾。年頭好運到年尾。
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議員進行掛青儀式。神沙開筆顯神通，靈珠開光領群雄。有請18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議員及錦田鄉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議員進行掛青儀式。掛青。係啊，放入啲，放入啲。我整入邊，我整入邊，我整入邊，我整入邊。我入啲啊要。晒嘅，呢個晒仆嘅，因為頭先我出太陽。而家濕晒啲。濕晒啦。飲茶嗰啲貼身咯。兩個，大家身體健康，風調雨順，萬事勝意。